电脑中上型电脑操作的都是创用 CC 的呢，这可能是手机上传的，造成这个跟跟这中上型电脑上传的不一样哎。编辑影片进入找，加上最下面那一行，更多选项这一行，真的嘞，都要按创用 CC 姓名标示哎。手机上传了，也想要分享创用 CC 姓名标示呀，还要操作呢，还要做这个操作，就是版权开放。短片呢，秀词就是短片呢，你看，专门都是短片，好几千部都是短片，1分钟以内的短片都会有这个记号，你看，分享的啦，荧幕截图、荧幕录影的啦，声音1分钟以内的啦，短片你看，那慢慢看，可以累积很多资源，是长时间的累积而来的。如果能够收信了最好，就说有看久了以后，这个画面能不能存成网页啊，或者是能够复制吗？能够全选这些影片标题吗？就是这样，分享知识，你看，按一下，按编辑，按最下面，更多选项这边，在标准 YouTube 授权这边按下去，按第二行创用 CC 姓名标示，这样呢，这部影片就是版权开放，影片版权开放。看到实际播放的时候呢，它会显示什么？看看它实际播放的时候会显示什么？怎么？敢开飞机？